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在礼拜开始之前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因为从去年疫情开始一直到现在，你都保守眷顾我们，让我们得到真实的平安。主啊，此刻我们遭遇到疫情蔓延以来最严重的危机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眷顾我们的心怀意念。特别是此刻，主啊，我们要预备心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求主差遣内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，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可以专一敬拜你，去除掉任何妨碍我们敬拜你的内在因素，让我们在家中敬拜的时候得到主的帮助。主啊，恳求您透过今天的礼拜，再一次对我们显明你的心意，并且引导保守眷顾我们应当如何行来满足你的心意。我们同时也恳求主，你赐福带领今天带领敬拜的众同工，借着他们的帮助，让我们将心灵跟诚实表露出来，来得到你的喜悦。主啊，同时我们也将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国家仰望在你手中，求你赐福带领保守，让我们得到真实的平安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很高兴今天能够跟每个人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敬拜。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同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对神来说，我们今天要得着神的同在，我们今天要经历到神的同在。虽然道路崎岖，虽然道路崎岖。说神一直都在，神一直都在，再一次从头来唱。虽然道路崎岖，困难险阻，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，无人明白为何来自重担，但我始终相信。
永远爱我们的神，阿们吗？阿们。神不因我们的才能，不因我们的外表看轻我们，在每一次软弱的时刻，上帝总再一次对我们说：“孩子，来呼求我的名，来寻找我，我会永远爱你，我会永远的等你。”让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我们的神。主，我再次到你面前。主，我再次到你面前，焦点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都属虚幻，没有你永远只是破碎的梦。破碎的梦，荣耀冠冕，全摆在你宝座前，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，为你能洗我心里。主，我要敬拜你，主，我要敬拜，称谢你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每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你再次将我更新。主，我们欢迎你的同在。主，就在现在，求你来更新我们，更新我们每一个人。主，我再次到你跟前，焦点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都属虚幻，唯有你永远真实。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；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。历天家降生成世，流血舍生，为将我赎回，永远对你所爱。举起手对神说：“我要敬拜你。”我要敬拜，称谢你。因主你是道路、真理与生命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主，当我们回转归向你，当我回转归向你，主就再一次将我们更新，再次将我更新。在我们生活中常遇到一些困难，消磨我们的心，这些困难让我们感到失望，感到迷惘，甚至开始猜忌、不信任。负面的情绪不断捆绑着我们，没办法往前走，拦阻与神的关系。这时候，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做一个祷告。无论现在你的心常感到愤怒、不公平，或是伤痕累累，无法被满足，这个时候你要向神来说：“主啊，我要将我的心交给你。主，求你医治，求你抚平，求你来满足我，保守我的心，再次更新我，将这些痛苦、软弱、委屈都交给神。”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主，
主啊，谢谢你，只谢谢你总不离弃我们。在圣经中说到，我们当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。这时候，我们安静每一个人的心，就求神的圣灵与我们同在。纯洁的心，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。再次从头来对神唱纯洁的心，纯洁的心，主，这是我渴慕的，这是我渴慕，主，我渴慕一颗跟随你的心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纯洁的心是我渴慕的，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谨记你的话语，谨记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，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得着你的喜悦，让这心香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。纯洁的心，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。对神来说，主，我渴慕一颗纯洁的心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谨记你的话语，谨记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，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得着你的喜悦，让这心香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。主，你是圣洁公义的神，求你再一次赦免我们的过犯，我们愿意重新在你面前来宣告，我们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求你更多来帮助我们。谨记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，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得着你的喜悦，让这心香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。我要请我们闭上眼睛来唱，谨记你的话语，谨记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，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得着你的喜悦，让这馨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。再次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。谨记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，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
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得以圣洁，使我们所行所想都合乎你的心意。主，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，但求你陪伴我们跨越这些拦阻。我们祷告不足的，要一起用你所教导的主祷文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。在这时候，我们要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语，记载在旧约列王记下第5章19节到27节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，列王记下5章19节到27节。以利沙说：“你平安地走吧。”乃縵就走了。乃縵才走了一小段路，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想：我主人不收乃縵什么礼，就让他走了。他应该收下那叙利亚人的礼物才对。我对永生上主发誓，我要追上他，向他要些回来。因此他动身去追乃縵。乃縵看见有人追来，就从马车上下来见他，说：有什么事吗？基哈西说：没什么，只是我主人派我来告诉你，刚才有2位先知从以法莲山区来，他希望你给他们3000块银子和2套衣服。乃縵说：请拿6000块银子去吧。他一再坚持，然后把银子扎在2个袋子里，连同2套衣服，交给自己的仆人，叫他们在基哈西前面抬着走。当他们到了以利沙住的小山，基哈西把那2袋东西搬进屋子里，然后打发乃縵的仆人回去。基哈西进到屋子里，以利沙问他：你到哪里去了？他答：我没去哪里。但以利沙说：那人从马车上下来见你的时候，我的心不是也在那里吗？这不是接受人家的银钱、衣服、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羊群、牛群和仆人的时候。现在乃縵的麻风病要长在你身上，你和你的后代会永远患这病。基哈西离开的时候得了麻风病，皮肤像雪一样白。圣经以上，愿上帝赐福听他话语又遵行的人。今天蔡牧师要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58讲，以利沙第3讲，请我们用恭敬的心来领受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最近这几天，台湾的疫情有很大的变化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暂时停止实体的礼拜，请大家依然要用敬虔的心，在家中敬拜上帝。在这段非常的时期当中，请大家也不要忽略自己的灵修生活。我们肢体之间也应该常常用电话或者是通讯软体，互相的关心，彼此的代祷，来成全上帝的心意。这时候我们要用安静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在领受上帝的话之前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因为此刻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。求主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让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帮助我们。
也让我们透过今天礼拜当中的信息，来调整、更新、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的生命能更加合乎你的心意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恳求您此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排除所有你不喜悦的事，让我们专心一意的在你的话语当中，并且恳求主赐下更多的信心、耐心以及爱心，让我们在聆听你的话语之后，可以用我们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圣名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来看以利沙的一个仆人，叫做基哈西。他是一个很可惜的人物，原本是一个很有恩赐、很有才能的人，但是却有很悲惨的结局。我们要一起透过他来学习生命当中的一些功课。基哈西是先知以利沙的仆人，我们要清楚，能够被先知所信任、担任先知的仆人，事实上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，因为是参与在上帝的工作当中。而且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发现，基哈西不是普通的仆人，事实上可以说是先知以利沙的助手。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圣经，在列王记下的第4章，当苏念的妇人来求以利沙来救他的儿子的时候，以利沙就差遣吩咐基哈西说，你要束上你的腰，手拿着我的杖前去，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。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就明白，基哈西所做的不只是服侍以利沙成为一个仆人，而是成为以利沙的助手，协助先知来完成神迹奇事。因此透过圣经这样子，我们就知道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仆人，而是得到先知所信任以及重用的助手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像这样一个被先知所重用的仆人，居然在试探当中失败了，这实在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戒。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如果因为一时的错误的想法跟决定，有可能影响我们整个人生的命运。从基哈西的失败当中，我们事实上可以学习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今天牧师要透过3个方向来跟大家一起思考。首先，我们看到基哈西的失败在于他藐视上帝的救恩。在我们上一次讲到无名女英雄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提到得到大麻风的将军乃曼，因为家中婢女的帮助，来找先知以利沙。以利沙要他去约旦河浸了7次，而后乃曼因着上帝的恩典，他就完完全全被医治了。得到医治的乃曼将军，接着就带着大批的礼物要来答谢先知以利沙的帮助。但是以利沙拒绝他所有的礼物，不管乃曼如何的坚持，以利沙还是不肯接受。最后乃曼将军只有将礼物带回去。而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知道这个事情之后，他内心就起了贪婪的心。他心里这样想，他说，我的主人不接受乃曼什么礼物，就让他走了，他事实上应该接受这个叙利亚人的礼物才对啊。所以基哈西就对着永生上帝的名发誓，他说，我要追上他，向他要些回来。当然从一般人的想法当中，以利沙如果接受乃曼的礼物，并没有什么不合情理的地方，因为有做工就可以得到酬劳，有服侍就可以得到谢礼。但是我们要理解，在这个事件当中，
基哈西这种想法跟作为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就是他会误导乃縵这个刚刚认识上帝全能不久的人，让他认为说上帝的恩典可以用金钱来换得，上帝的恩典可以用金钱来购买。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以利沙之所以坚持不接受乃縵的礼物，是因为他要让乃縵知道，乃縵得到医治不是先知以利沙的能力，而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。以利沙要乃縵知恩而且感恩，但是感恩的对象不是以利沙，而是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明白，上帝的恩典不是用金钱可以购买的，不是用金钱可以换得的。过去我在南部牧会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去探访一位教会姐妹的父亲，这位老先生他生病住在医院当中，教会有许许多多的长子弟兄姐妹常常去关心他，去探访他，向他传福音。渐渐的他的心就打开了于是我就借着这次探访的过程当中，把握机会对他说明基要的真理，并且邀请他，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洗礼，来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我跟他说，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，我牧师就帮他安排后续洗礼的程序。结果他听到我这样说，他就把他的女儿叫到他的身边，问他女儿一个问题。他请他女儿把耳朵放在他的嘴边，对他说，但是他说的声音还蛮大的，我也有听到。他问他女儿一个问题说，这个洗礼不知道要花多少钱。我一听到这样子，我就回答他说，先生啊，洗礼的恩典是很贵的哦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付得起，但是耶稣替我们付了。我这样告诉他，事实上让他知道，上帝的恩典是那样的宝贵，不是任何金钱所以可以买得到的。我们要珍惜这样的恩典。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基哈西他藐视上帝的救恩，他误导乃縵，让他以为上帝的恩典是用金钱可以买得到的，这是他第一个失败的地方，也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地方。第二项，我们继续来看，会引起基哈西这一连串的错误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基哈西他贪恋钱财。原本他跟随先知以利沙，如果好好的谦卑学习，或许之后他也可以像以利沙一样，跟随以利亚，成为上帝所重用的先知，所重用的人。但是很可惜，基哈西因为他的贪心，不但失去侍奉上帝的机会，反而使自己也染上了大麻风。从此不但跟他的老师以利沙隔绝，跟他的一切亲友都隔绝，他的心灵也跟上帝隔绝。他不单单是染上了肉体的绝症，心灵上也被污染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圣经当中，保罗曾经提醒我们，他这样说，他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过去牧师曾经在信息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信仰对金钱的看法，我们再一次来复习。面对财务，我们应该学习5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我们把它简化作4不1没有，牧师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。首先，第一点，在于金钱的控制上，我们要清楚，我们没有主权，我们没有主权。我们要明白，
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上帝的。对于我们的金钱财物，我们只有管理权，没有所有权。我们来看圣经当中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：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这句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：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都是上帝所赐予的，这是来自于上帝大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对于产业只有管理权，没有所有权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既然钱财是上帝所赏赐的礼物，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享受它、使用它、管理它。在于我们的金钱财务上，我们没有主权，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，我们要思考，我们要如何去使用，上帝才会喜悦。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。所以第一点就是对于金钱的控制，我们没有主权。接着第二个，对于金钱的拥有，我们不要贪恋。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这样说：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对于金钱的拥有，我们不可贪恋，不要像今天经文当中的基哈西一样，因为贪爱钱财，最后落到凄惨的结局。第三个原则就是，对于金钱的取得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偷盗。圣经教导我们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得金钱，不要偷，不要盗，这是很明白的。在十诫当中，第8诫也这样提醒我们，主耶稣也这样说，不可偷盗。这是在马太福音书第19章18节。所以再再的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能用不正当的方式去取得金钱。第四个原则，关于金钱的需要，圣经教导我们不必忧虑。圣经一再强调一个观念，不要为了生活的所需来忧虑。主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：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了生活上所需的饮食，或者身上所穿的衣服操心。难道生命不比饮食重要，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吗？耶稣的意思是说，一个倚靠上帝的人，我们不必为了日常生活的所需而忧虑，因为忧虑没有办法为实况带来改变。我们把上帝摆在第一位，全心倚靠这个全能的上帝，并且在上帝的恩典祝福之下努力的工作，不要忧虑操心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。最后一点，关于金钱的分享，我们不要吝惜，利用上帝给我们的财物来与其他的人分享，与需要的人分享，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。如果一个人懂得分享他的财物，他就不会被财物所捆绑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意思是说，当我们还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钱财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，就是我们可以使用上帝给我们的钱财去帮助真正需要的人。基督徒应该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善用手中的钱财去做好的事情，去做正确、去做有意义的事情，来有利于上帝的国跟其他的人，这样就完成我们在世上的责任。这是最后一点。所以只要我们掌握这4不亦没有这5个圣经给我们的原则，金钱可以成为我们的极大的祝福。所以牧师再重复一次，
也就是关于金钱的控制，我们没有主权；关于金钱的拥有，我们不要贪恋；关于金钱的取得，不可偷盗；关于金钱的需要，不必忧虑；而关于金钱的分享，不要吝惜。当我们掌握这5个原则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善用上帝给我们的金钱与恩赐，让它成为我们以及每一位与我们接触的人极大的祝福。最后，我们再来看基哈西的第3个失败点。我们都知道，贪和骗常常是连在一起的。圣经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从这个根源当中所产生的果子当中，必然会有欺骗跟说谎的罪在内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，他为了贪婪，他就编造谎言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基哈西要去跟乃縵要礼物，以利沙既然已经坚决拒绝了乃縵的礼物，如果基哈西还是用以利沙的名义去向他要礼物，可能会引起乃縵的猜疑。如果不用以利沙的名义，用自己的名义向乃縵祈求，乃縵也一定不会给他。所以他就依靠自己的所想象的聪明智慧，编造了一个可以两全其美的谎言。他对乃縵这样说，他说，我的主人派我来告诉你，刚刚有2个先知从以法莲山区来，他希望你给他3000块钱跟2套衣服。看起来他真的是很聪明，用这样的谎言来欺骗单纯的乃縵将军，而乃縵将军也相信了。但是我们都明白，他的谎言只能瞒过乃縵，瞒不过上帝以及上帝的仆人以利沙。所以接下来圣经告诉我们，当基哈西回到他主人跟前再度撒谎的时候，以利沙立刻拆穿他的谎言。以利沙问他说，基哈西，你从哪里来？他回答说，仆人并没有到哪里去。这明显是一个谎言。以利沙就当场拆破他的谎言，说，那人从马车上下来的见你的时候，我的心不是也在那里吗？这不是接受人家的钱财、衣服、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羊群、牛群和仆人的时候。请注意，谎言也许可以欺瞒不知情的人一时，但是不可能骗全能全知的上帝。所以他回到以利沙的跟前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再用谎言来掩饰他的罪恶，更不能逃避他应该受的惩罚。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它的结局是这样凄惨的。在圣经当中，我们回到前面，基哈西曾说，我要追上他，我要追上乃縵，向他要些回来。基哈西诚然追上他所要的银子跟衣裳，但他也追上了乃縵的大麻风。以利沙对他说，现在乃縵的麻风病要长在你身上，你和你的后代会永远患这病。当基哈西发觉钱财所带给他的不是安稳平安，而是更大的痛苦时，大麻风已经在他身上，他后悔也来不及了。一时的贪念带给他终身的痛苦，这是许多贪心的人所得到的结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从基哈西的经历当中得到很好的信息，期待我们都能够真实的明白救恩的宝贵，可以珍惜这样宝贵的救恩，并且用我们生命的见证来回应这样的救恩。另外，我们也学习克制我们的贪念，对我们的财物、金钱要有正确的看法，也能够用诚实的心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。深信这样子，我们都可以领受极大的祝福。愿上帝帮助我们。
我们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你的话语是充满力量，可以更新、调整、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，保守眷顾我们，让我们透过今天你的话语，明白救恩的宝贵。我们白白领受这样的救恩，应该用我们整个生命来回应你这样完全的爱。也求主让我们可以克制我们心中的贪念，对你所赏赐的财物，让我们有正确的看法，好好的管理你所赏赐给我们的一切，成为我们以及每一个与我们接触的人的祝福。也求主帮助我们有纯洁、没有瑕疵、诚实的心，来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。求主保守眷顾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恭敬预备心来奉献，回应上帝的恩典。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爱与恩典，让我们每一天都有你赏赐够用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。我们知道我们所有都是从你来，这时候让我们用欢喜的心献上金钱，成为教会圣工所用。也求主更帮助我们，不单单奉献金钱，让我们更愿意献上我们的全人全心，让主来使用，让主来悦纳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这时候我要来报告教会重要的消息。第一，本周特别事工，因为台湾疫情产生极大的变化，所以调整教会聚会的方式。第一，我们会暂停实体礼拜到6月6日的主日。每个礼拜天的主日礼拜，我们的时间照常，请我们每个主日的早上能够用敬虔的心一起来敬拜上帝。第二，儿童主日学我们采线上教学，早上10点开始。我们请父母陪同孩子们一起学习，
教会的成人主日学都暂停。第三，教会内各项的聚会课程全部都暂停到6月8号。第四，在这段期间，请我们个人都要做好健康管理，保护自己。我们配合政府各项的防疫措施，并且常常为台湾的疫情来祷告。虽然我们暂停实体的聚会，我们在家里也可以照着教会所安排的读经进度，我们亲近上帝，也可以时常用电话或通讯软体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互相联络，彼此关心。愿上帝保守我们大家。第三，我要报告肢体关怀消息。第一个，本会会友沈里阿字姐妹于4月26日安息主怀，定于5月17明天礼拜一上午9点，在二滨有入殓火化的礼拜照常。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明天下午1点半在教会10楼礼拜堂举行的告别礼拜要取消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嘱。第二，本会会友施丽亲、施丽淑姐妹的妈妈李石珠姐妹于5月7日安息主怀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嘱。第三，本会会友谢科琳姐妹于5月13日安息主怀，请兄姐关心代祷，愿上帝安慰遗嘱。第四，恭喜本会会友蓝敏芳、黄伟如夫妇，也就是蓝伟成、张丽泰夫妇的女儿，他们于5月11日喜获千金，愿上帝赐福新生儿以及全家。关于教会其他的各项消息，我们就请自己来看电子周报。这时候我们要一起起立来唱祝福歌，祝福歌结束后，我们请蔡牧师来祝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、扶持与相通，与你们众人同在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请坐，默祷谢恩，恭受差遣。